歐洲央行11宣布升利息升一碼，帶動銀行股起嚟。歐洲央行是強調講，中東的戰爭帶動物件起價，只好升利息來因應。這也是美國伊朗戰爭了後，全世界主要央行上大聲升利息的。歐洲央行10月宣布要升息一碼，互利率變做2.25%，來對抗中東戰爭所造成的通膨問題。這也是歐洲央行自2023年了後第一遍升息，也是美伊戰爭開始了後，全世界第一個要升息的主要央行。The decision that we took today to raise by 25 basis points our 3 interest rates was a unanimous decision, without reservation. We did not discuss or debate any other alternative proposal. 歐洲央行總裁拉加德講，因為荷姆斯海峽一直被封鎖，未來無確定性真懸。歐盟已經將今年的通膨預期向上調到3%，GDP 成長率向下修到0.8%。升息的消息傳出來了後，帶動銀行股起，也結束歐洲股市連續4天的盤勢。分析師講，戰爭已經超過100天，各方面的影響攏開始出現，所以歐洲央行這邊升息未予人意外。Die EZB hat da kein großes Interesse daran, die Zinsen massiv zu erhöhen. Sie weiß ja, auf der einen Seite muss sie die Inflation bekämpfen, sie sieht aber auch die Fragen der Konjunktur und der Systemstabilität. 雖然歐洲央行無願意講將來是不是再調整利率，不過因為戰爭唔知影當時才會結束，外界攏認為今年秋天可能會再升息一遍。另外，喺美國因為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年增率達到4.2%，是3年以來上懸。聯準會有可能為了要控制通膨，被迫在今年來宣布升息。公視新聞由派順編輯。